今日出嚟廣州剪頭髮，咁啊嚟到芳村站，諗住坐車啦。哇！原來而家芳村站除咗1號線之外咧，加多咗一條22號線啊，即係可以翻去番禺喎。咁啊方便好多啦。即刻坐一坐先。哇！22號線呢個芳村站好靚好新啊！帶大家睇睇，同樣都係芳村站1號線嗰個芳村站咧，就係1999年6月28日落成啟用。而家呢個22號線嘅芳村站咧，就係啱啱落成冇幾耐嘅，1年都唔夠喎。咁啊，除咗好新之外咧，仲好深啊！咩叫好深咧？因為咧要落好多條扶手電梯先落到去㗎。好啦，而家坐第1條扶手電梯啦嚇。係啦，第1條咧就咁深嘅。阿叔唔使咁講嘅，落完第1條，仲有第2條啊！哇！咁好彩，一嚟到有車，冇得頂啊！好啦，咁啊坐下車先啦。好犀利啊！160幾公里，好快可以翻到屋企咯。有冇坐過時速達到160公里嘅地鐵咧？未坐過啊，快啲過嚟坐下廣州地鐵22號線啦！真係快到你諗唔到啊！好啦，可以翻屋企食飯咯〜